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请咱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主，因受成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因本着要来到人来受苦，因是第四万众的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叫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我信信，共同教会，信道的上课，做圣礼，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交托，三角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迄51篇。也就是耶利米的17篇，我来刻，恁来印。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他当人就救助，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无人徛起的咸地。因会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福气到的时看袂着。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
迄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紧旋到溪边，炎热到也无惊，叫游园饲喙。空闲的年拢无赶路，照常过果子。咱做伙共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予阮有遮尔啊美好的主日，予阮会当带着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阮生命的主宰，堪得阮一切的娱乐甲荣耀。感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的恩典，将阮对罪恶中拯救出来，予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嘛要向你承认阮的罪，阮的骄傲、论断、软弱，无照着你的心意去做。求你怜悯赦免阮的罪，洗清阮的不义，予阮会当对罪捆绑中得到讨拔。阮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阮，赐下圣神的光照阮，帮助阮活出你所欢喜的生活。阮爱来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会本主日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透早9点至下晡5点，地点伫迄富长的前面。请要关怀会记早身份证，前往排队关怀。关怀者会当得到一份礼品，就是内底有包括礼券、红果、佮卫生纸。第二点，本会发送2026年油厂教会月历，主题是福音经验，敬请咱的兄弟一号一份，毋通加体，伫迄1楼的广场签名领取。第三点，本会12月初6，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30分，伫咧主堂；12月14日，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清风教会要举办圣诞喜寿爱无限关怀弱势的活动，这是甲市政府佮信望爱基金会合作。咱做伙来关怀油厂，佮敬重清风里3、4类贫户，一户发送1000块的礼券甲圣诞礼物，敬请兄弟大岛，请同工伫咧活动前半点钟到富堂集合。第四小点，小会公告，本会下主日12月初7举行第23届中职就任的礼拜，东港第2、3、4场的礼拜，联合聚会，请就任的中职会去穿正装出席参加。第五点，本会下主日12月初7中午12点，伫迄3楼会议室召开12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同工甲机构的首长列席，有准备中昼顿。第六点，本会下主日12月初7下午4点30分至6点，伫油厂的敬拜中心举行2020年度圣诞点灯的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七点，本会定伫迄12月14号星期日的下午3点至6点，伫富堂举办幸福特会，敬邀萧佑堂弟兄分享。邀请幸福小组的80套参加报名。报名请会去甲小组长报名，区长伫迄下主日会诊名单后交予办公室。第八点，本会定伫迄12月21号星期日的下午6点至8点举办圣诞大聚餐，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费用是每一人500。会友补贴200块，男士会友是原价，还未满2岁无占位的免费。欢迎兄弟伫本主日前踊跃往办公室报名参加。第9点，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如下：
12月2日星期日上午2场礼拜举行圣诞俄罗礼拜，由教会圣歌队献诗。东港第2、3、4场的礼拜联合聚会。第二小点，12月21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若要接受洗礼、坚信礼、小日洗礼的，请伫个12月14号星期日进前往办公室报名。若要参加幸福小组的，必须要参加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第2点，具体消息。送讯，本会高家长弟兄，就是咱的高丽美执事的小弟，伫个11月19，蒙主恩召，安孝主怀，定伫个本主日的下午1点，伫市立的殡仪馆举行立馆个别甲火化礼拜。了后安葬伫个基督教橄榄园，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2点，合作社。第1小点，社员消费性低利率的贷款15万，利息年利率是3.6%。第2小点是社员在职军公教的贷款30万，年利息率是3.6%。11月30进行查址。告解消息，请咱阿牧师。来，这大平安。咱应报过来礼拜，访剧团伫10月12到13有伫文化中心演出《圣诞快乐，感恩有你》吼。这个票每一张300块。要鼓励你带无队友去参加。那你买1张票，送1张票吼。第2项，大家欢喜的事吼。海报教会今日下晡3点要举行郑牧地牧师甲卢可尼牧师就任第13任主任牧师甲教育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咱为了这来祈祷，嘛毋茫因伫新的这教会牧会，上帝恩膏祝福伊的中间。咱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10月13上午9点举办圣诞赞美礼拜。地点伫海埔教会，费用600块。这个600块去挂中道堂吼。咱妇女圣歌队的队员每一人补助300。请咱姊妹伫12月初7进前订美仪执事来报名。以上。咱做伙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7节。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7节，我来读，恁来听。第1节，你着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患难的日也未到。也你所讲，我无通伫伊快乐遐个年也未近的时，伫日甲光甲月甲星未变的黑暗，以及互过身魂未过来的大声。当迄日故厝的摇摇喘，有力的人疏腰，下无的因为因少就煞，对窗仔看出去的拢黑暗。第4节，探街路的门关闭，下无的声细细，鸟仔一个吼，人就起来。唱歌的查某囡仔也拢降价，见着寒就惊，伫路中也有所惊畏。杏树开花，草莓做重大，玉心拢无去，因为人归伫伊永远的厝。哀哭的人往来伫街路，当银链仔会画断，金碗袂破，伫水泉边的水盘袂损害，家乐会歹伫个指顶。尘埃归途来返本，灵魂归伫互伊来的上帝的大声，着纪念创造你的主。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咱所有的人。下落，咱请上礼圣歌队。
今仔日的题目是行出永远价值的画面，行出永远价值的画面。咱请安牧师。留言，愿做大平安。咱每一个世代，拢咧操作生命价值。这讲啊，伊的价值可能顾孙，少年的价值可能趁钱、名声、地位，学生的价值可能要考第一名。有人咧追求人生事业的成功，有人咧追求名声地位，有人咧追求一世人的财富。总是无论名声、财富、地位，你想对一项会当留存到永远？无啦，这三项其实永远无一个会当留到永远的。咱知影世间的成功、名声、地位、财富，拢会通过这个世界变化、时间的经过来消除。安尼，咱问讲，什么是价值？既然讲超出人生的价值嘛，咱问讲，什么是价值？价值的定义来看讲，对一个事物主体性显出一个正面的一个意义，有效果的，互怀念的，这就叫价值。比如讲，你怀念我我怀念我公啊，伫我细汉时阵照顾我，伊的性命，伊的疼，诚做我性命的价值，嘛诚做我纪念伊的价值。所以，迄个价值无拄拄是金钱，有时一本圣经嘛留做囡仔做纪念的价值。我前几工听一个兄弟咧分享讲，伊怎么读圣经拢无用电子的手机啊咧看圣经。我讲啊，你是袂晓用手机啊看圣经哦？伊讲毋是啦。我有3本圣经，那3本圣经，一本就读袂了，要读到3本。伊讲哦，我读圣经哦，轮流读。伊每一本圣经顶悬拢会当做笔记，拢会当写着伊的感想。伊留3本圣经，迄3本内底拢有伊的笔记，有伊的读圣经的感想。这个会友甲我讲。牧师啊，我留互伊的哦，毋是钱财啦，我留互伊伫我读圣经、灵修笔记的圣经的这本纪念圣经啊，互伊囡仔，互伊的家庭知影，伊的是大人，伊信仰顶悬怎样超出真理，怎样敬畏上帝，怎样是上帝话语去。认真去研读，伊做笔记，诚做即个圣经的纪念。这本圣经互囡仔纪念。我讲哇，你真有智慧！你留互你的囡仔3本圣经，拢有你灵修的笔记。你囡仔看到你灵修笔记，拢会讲啊，阮阿爸、阮阿母啊、阮阿公啊，我读圣经哦，这真正值得阮来学习。你明这就是上好的资产啊！所以咱知影，迄圣经对囡仔来讲是一个正面意义。所以无论是大人留互囡仔是啥物，我相信这本圣经，无论是新的是旧的，对囡仔来讲，拢真有价值性，嘛有真有启示的价值。今日咱读传道书第12章。第1节到第7节，其实传道书12章这段是所罗门王年老的时阵写的话啊。伊年老时阵写的话，来成做伊反省过去人生的一个探讨。伊个传道书中间咧讲到，伊
人生的关照，经历人生的低潮。伊迄经文中间第10章第1节讲，你着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有患难的日还未到，也你所讲，我无通伫伊的快乐，遐个年还未近的时。所以咱知影，所罗门王伊这诗句中间讲，伊少年人真做对象，伊要的少年人。趁你少年的时阵，等你身体还未年老的时，来做一寡代志。因为你讲牧师年老啊啦，年老就安那气力衰减嘛。年老的时，无像少年人，较有活力，较有气力。年老的时，要像少年做代志，遐尔有冲劲。所以。所罗门王讲：你着要趁你少年时，少年时安那？少年时记忆好啊，你会记你上帝话啊。少年你有体力啊，你有能力啊，你啊趁你少年的时阵啊，爱服侍主啊。当然，咱这上年嘛做少年，对不对？做少年啊，人生这才开始啊，你拢打开始尔嘛对，种做少年家啊就是咱知，所罗门王讲咱趁少年时，咱爱为上帝做，好尽力爱服侍主，唔通到年老的时，记忆渐渐衰退，甚至有人得了失智症，记袂牢伊所讲的话，见讲过去，这个。年老的状况，甚至年老到这种状态，就是连人拢无法度认识。所以另外下这伫信仰顶管，所罗门王伊曾经伊王位伊个王位的王势权势、财富、名声、地位，是前无有，后壁嘛无的。所以咱知影，所罗门王。伊若要做任何享受，敢做会到？会啊！要任何人期待成功，有无？有啊！就是所罗门王，伊到年老的时阵，伊却讲啥？伊讲伫日光下面无新的事啦！哇！伫日光下面无新的事啊！就是甲伊讲，过去的荣华富贵、名声、地位。财富享受，拢毋是说新啊，代表啥？伊看破。所以，伫传道书第2章第11节讲：我看我所手所做一切工，甲我所着磨的劳碌，看，食的拢是空虚，拢是裂风，伫日头下面拢无利益。所以，了这咱看到，直到所罗门王。年老的时，伊阁提出着要纪念创造你的主。纪念这事呢，就是雕故意刻意，唔通袂记记，要用行动显出你会记，你会记记，用你的行动显出你会记记主的话。你也要雕故意真刻意记得主的话。所以纪念这事啊，毋是人欢喜喜乐的事较纪念，纪念嘛是想着较纪念。伊讲这纪念之前就是安那，爱刻意毋通袂记住，个用行动显出你的会记住的这生命。所以意思讲，咱爱时刻会记住上帝的话，用咱的行动显出。咱对上帝信靠，所以你若对上帝话无会记住，你就行袂出上帝的信靠的生命。所以，甲你隔壁讲，咱记住上帝话行出来，伊袂来；咱记住上帝话来行出来。所以，另外这咱知，头咱思维甲咱念的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7节，这7节中间
会当讲是人生的缩影，对时间、对岁月、对身体、对生命、对死亡，拢有真深刻的描写。就是传道书，毋是用这来恐吓咱面对死亡，咱是要提醒咱真做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伫咱有快乐的时，咱生命对准上帝旨意来行，对准上帝旨意，就是上帝爱你做啥，你就安那行啥，对准。所以，以传道书第12章第1节来讲，伫你少年，你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患难的日也未到，也你所讲，我无通伫伊的快乐，遐个年也未近的时。所以，伊经文中间咱看到，得要趁少年的时，得要趁你身体还未衰败的时，爱紧做工。就是伊种讲少年吼，无拄拄是指年纪啊，有时是指啥？有时是指你的属灵的迄个累积。有个人已经20岁，总是伊的观念真古板。佮停留伊伫4、5岁主义的教士，那代表啥？代表伊的信仰无进步啦。就是有的人已经到70岁啊，就是伊是少年人。你是讲，虽然少年，但是伊的信仰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进步，伊的观念不断的更新，生命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活力。哇，亲像一尾活灵。只有家咧讲诶，迄当时你日子怎样？我现在这时阵，我快乐嘛怎样？对啊，这家咧你怎啊讲诶时阵，几岁你毋知？85岁啊！伊甲约书亚讲，你当时你找我诶时阵几岁？40岁。即马我80岁，我又完全，迄当时40岁，这样有快乐。这样有冲劲，这样有异象。85岁的人伊讲伊要亲像少的人40岁，迄当时同款。那代表什么？年纪毋是伊的阻碍啊，是伊的心不断的更新，不断的看步，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进步。伊的热心，伊心啊，拢热不不啦。使主热不不啦，袂讲啊！你叫少年的，我老啦，袂做啊啦，你莫拢叫我啦。伊毋是呢，你看我家咧85岁，伊讲伊亲像迄当时的40岁同款。你看这就是甲讲啥？你属灵的生命态度是怎样？毋通20岁尔，观念。信仰的参照，亲像迄个婴仔同款，毋捌代志。所以，你看这咱是信仰中间，信仰咱来不断去对上帝领受信心甲盼望，服侍充满了快乐甲冲劲。所以咱知影，世间的价值、俗世的价值，会消耗你对信仰的热情。可能会消减你对上帝的信心，罪会吞噬你的心灵。所以，当罪吞噬你的心灵的时候，会甲你带离开上帝，愈来愈远。所以，你看这，咱得要趁心内个柔软的时候，趁好调个清楚的时候，趁咱会当服侍时热切。服侍主，甲你生命投注伫永远的国度。阿门。我还未读圣经的时阵，我参加一个营会，这个营会的标题真吸引我。这个营会叫做生命投资会、生命投资会啊！哇，我看讲。哇！这要投资啥物生命，较会趁钱啊，较会长大发展呢？
你参加了生命投资会，原来就是叫伊讲，你爱投资是上帝国福音甲信仰，保证你稳赚不赔。阿妹，甲你隔壁讲，投资上帝国稳赚不赔，预备来。稳赚不赔，咱知影投资你会了袂？会啊，股票买了，期货买了，就是你若投资上帝国，稳赚不赔。所以咱看到所罗门王，伊伫年老的时阵，伊安尼苦劝。我想，我有一天吼，我可能无倒来教会。你有想象无？你洪牧师啊，你甲几岁尔？你讲有一天你无倒来教会，有一天我连圣经无在条看，你有相信无？有啊！当我年老的时阵，无法度的时，我连行教会一脚步我也无法度。我若要看圣经，目睭无甲互你，圣经顶柜你嘛看无。迄时就是啦，你年老到一个程度啊，袂使啊。所以咱着爱趁咱个会使的时啊啦，认真伫上帝前面去交罪，认真伫你有亏难的时来服侍主。阿门。所以你知影，所罗门王伊的心境对伫少年到年老，心境无共款呢。咱来看。传道书第11章咧讲到，伊讲光真正好，目睭看见光也通欢喜。人活一年，就快乐一年。总是也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日子要一，所以要来的拢同意。所罗门王伊讲用光来比喻生命，讲会当活伫世间是一件真好的事。总是呢，伊讲到第12章的时阵，就无共款哦。伊讲了12章啊啦，伊讲到年老12章，伊的心情，伊讲年老迄心情光景啊啦，伫日、伫光、甲月、甲星，还袂变做黑暗，以及雨、过云，还袂来的大声。伊讲人第12章咧讲到。人的这个目睭的视力呢，会渐渐才看无，世间的光彩渐渐暗淡。过去有兴趣的事，拢无兴趣啊。生命的热情嘛，渐渐要消磨。所以了这，咱看到，伫传道书12章。第三节讲，当迄日各处咧袅袅出，有咱的人所要，爱无爱，因就照煞，对窗仔看去拢黑暗。你讲到。当年老的时阵，这手棍呢会错。过去会当做的，真袂当做啊。伊讲有力的所有，你讲到腰的，无力啦。行动的能力已经无像以前啊，袂当亲像过去安尼，想要走对就走对啊。下无啊。就减少就煞，代表啥？喙齿落了，要步的能力降低啊！你食物件会含木有限啊，拢爱食较软的啊。伊去讲对窗外我看拢是黑暗，代表啥？目睭无明啊！那呢？连听的能力嘛降低啊，所以了解，
这拢讲到所罗门王伊年老的时阵，伊的身体变化，甲伊过去少年时是无共款的。所以你看伊伫财州咧讲光像生命哦，享受光的世界多精彩。到伫十二州无啊啦，共款无共安尼啊，开始安那渐渐骹无力，所有伊啊，喙齿也无伊啊，听的能力也降低啊，就动听哇。所以连困的，就无法度一暝到天光啊，困到3、4点自然就醒啊，有无？所以人讲啊，倒咧困袂去啊，坐咧随下去啊，下去敢若流目屎啊，流目油啊，歹势，我无到迄程度哈。哦，哎，流目油啊，毋是流目屎哦。你讲到啦，年老即个状态渐渐咧出来，连头毛6白，无像遐少年人遐尼乌色。我小细讲到片写了，愈看愈像我家己呢。我这一个状态嘛有安尼，我耳孔无动听啦，但喙齿会力啊，惨啊惨啊！所以了这咱看到，所罗门王写一连串伊年老的一切状态，伊讲到啦，人生黄金的时间有限啊。体力渐渐衰老，机会嘛愈来愈少啊。追求世间的价值、名声、地位、财富、权势、外貌，拢通过这个岁月渐渐去吞噬了。所以所罗门王伊安那，伊真正体会这一切，伊曾经是世界上好起来、上巧的。上尊贵的人，伊嘛是世界上权势的王，但是这一切死亡临到着伊，死亡到永恒，无法度互伊赢过。所以所罗门王伊较讲，你着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患难的日也未到，你也说讲，我无通伫伊的快乐，伫遐年也未尽的时，所以了解生命的价值，毋在伫你有啥物，在伫你将来是啥物。我讲的，无在你有啥物，在你是啥物。以路加福音书10章咧记载，有一个财主，伊拢穿紫色幼地布，甲4麻衣。这个财主呢，逐工车花宴乐，总是因兜门口有一个乞者叫列撒罗，全身躯洗床，互人放伫财主的门口。这个乞者列撒罗毋望对财主的桌骹来得到一寡幼幼的饼幼仔来得到充饥。这个列撒罗伊全身躯洗床，连9到6个床，就是咱看到，这个财主呢，逐工车花宴乐，用钱把钱用伫伊家己身躯顶，以做迄个物质的享受，正是这个财主对这列撒罗的困苦一点啊都无怜悯，完全冷漠，完全无感。正是咱看到伊经文的记载背后，伊后壁，当这2个人拢过身了，咱看到死亡就将生甲无生。但永远的隔开，财主看到列撒罗倒伫阿比拉罕的形情，这财主就毋望列撒罗找人去治伊的子，因为伊伫迄真严重的所在。正是圣经讲，
因为你我之间有迄个亲缘和定咱。伊直到人无法度对这边过迄边，人若无法度对迄边过来这边，这个甲因讲啥？死亡成做人永远的过程。生前这个财主真好业，真享受物质，就是死后，伊较落伫迄个永远袂灭的火湖当中受苦。就是咱看迄个列萨罗生前虽然真困苦孤单，像是伊始终信靠上帝，最后伊倒伫阿伯拉罕的形情，享受永远的快乐。咱看到财主生前享受这荣华富贵享受，就是最后却伫灵魂落伫永远的灭灭的火湖中间。但等到变看，亚撒罗却毋是，伊却是享受伫阿伯拉罕的形情内。然后这个去甲咱讲啥物？毋是你现主是有啥物，乃是讲你将来是啥物？你将来灵魂要去对，你是上帝的，你是属魔鬼的，你是属啥物的？较是咱要紧对耶稣。所以另外死亡将信甲无信的人来分开。所以咱看到所罗门王他讲：“伫你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所以另外伫传道书12章第7节咧讲：“天乃归途返本，灵魂归伫互伊来的上帝代称。”所以咱讲了，圣经内底是要紧的。清楚甲咱讲，人的结论是啥物？身体将来成做土粉，必归伫土粉内面，就是灵魂呢，要归伫上帝遐。所以人的终局毋是结束，人终局是灵魂回家，倒去厝，倒去佗个厝，等于创造咱、听咱、拯救咱的上帝的厝。阿门。所以所罗门王他讲：“你现在生活的方式，将要决定永远我生命的地位。”所以，当咱若现主是看重的生命的焦点，在伫车发的拢名声地位一切，安尼，未来永远我的地位有位无位，我就毋知啊。所以，咱爱抓条人生的焦点是啥物？毋通画错重点。伫你搁活的时，伫你搁有快乐的时，你搁你有目睭有力的时，你爱把迄时间。所以，另外所罗门王你甲咱讲，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咱爱生活也用上帝做中心。所以信仰毋是你礼拜的信仰，信仰是每一天的信仰。阿门。甲你隔壁讲，信仰毋是礼拜的信仰，是每一天的信仰。预备来，信仰毋是礼拜的信仰，是每一天的信仰。所以每一天你的选择，你要选择甲上帝做标准无？你拄到一个代志处理，你毋是问你家己，我有介意无？是问讲，主啊，这事你有欢喜无？当你做决定的时阵，你有甲上帝感受考虑伫你的考虑的中间无？当你做工课的时阵，你选择要去对做食头路的时阵，你有选择讲，我食这头路是究竟是要互我亲近主较济，还是要互我离开主远？你得爱想。咱做父母，咱有想过，囡仔伫我的面前，我究竟要互这囡仔亲近主，
还是要互这囡仔离开主。所以真侪时阵，咱台湾的声效都真悬，拢会听着讲啊，牧师啊。阮囝咧无用功课啦，莫互伊来礼拜啦，莫互伊来聚会。等伊考调大学，等伊研究所毕业，较来亲近主啦。到时你要爱恁囝亲近主，叫袂来。所以咱做爸母的，咱做决定的是，究竟咱有伫囡仔面前做好模样无？互因来搁听上帝无？面对冲突的时，你有会反映讲，我做冲突的时，我的情绪，我的一切，敢有法度荣耀上帝无？所以了解，用上帝最中心的，就是我无过是讲我想要怎样，咱是爱问讲，主啊，你爱我怎样？所以咱每样事拢爱用上帝做欢喜目标。所以上帝毋是甲管大事，上帝嘛管小事。上帝伫你的工课、伫你的财务、伫你的婚姻、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友情、伫你的服侍、伫你的时间、伫你的管理、伫你的维护中间、伫你的态度中间，上帝不只关心讲你有犯罪无，伊嘛关心讲你活出来生命有亲像伊囝无。你活出来生命有亲像上帝囝无？还是你活出来亲像迄世俗的、落寞的？所以了解，你咧饲囝，我咧饲囝，你拢真注意，你的囡仔会惊做，到底有像阮囝无？我都明明教阮囝爱好啊做人，好啊读册，看阮囝行出来拢爱行拢3斤6巧，啊讲话拢3、2斤，奇怪，你。即个活出来、行出来，拢无像阮囝。用信用来看，咱的生命所行出来，咱问咱家己，咱行出来有像上帝囝无？咱行出来有像上帝囝，还是咱行出来亲像迄外口的无拜拜的？所以了解，伊毋若关心上帝，毋若关心你有犯罪无？伊更加关心你活出来有亲像上帝囝无？所以你嘛会当问你家己：我做这个决定有上帝欢喜无？我做这代志有我敬上帝无？还是离开上帝较远？所以你生命真正的主是啥？你爱讨好迄个人是啥？毋是你，是上帝。所以，甲咱隔壁讲，咱爱常常来讨好咱的上帝，预备来。咱爱常常来讨好咱的上帝，咱爱活出成上帝囝。所以每一条道路，拢是爱我靠上帝带领。大多数的人，拢先计划了，我上帝啊，我计划安尼啊，上帝你有好，你看做好无？拢甲上帝做当因仔迄个啊。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要做决定之前，伊拢讲：主啊，我的方向是你带领的嘛？这人生的道路是你要爱我行的嘛？所以咱做每一个决定，你有问过上帝无？还是你拢家己想？啊，你想好了，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做决定啊！哦，你甲我背书哦，安尼就毋对啊。所以你做决定前，你毋是决定了叫上帝甲你背书，你爱决定前，你爱问上帝：上帝有下你的旨意无？上帝你有欢喜无？所以了解，咱的后一步是咱家己想，还是主的指示？所以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毋是人求上帝互你顺利，咱是求上帝互你丰盛。阿们。所以了解，每一段关系拢爱用上帝做中心，因为关系是固定生命的轨迹，嘛是互咱上容易离开上帝。上帝爱咱的婚姻用上帝做中心，教师养是囡仔用上帝做中心，友谊用上帝做中心，教会团契小组用上帝做中心，
同工的关系用上帝做中心，所以当上帝做恁一切关系中心的时，关系就带出稳定，带出下面，带出起造美好的生命。阿门。所以每一个关系，拢有互上帝做中心无，互上帝带无，这较是要紧。所以咱敬畏上帝，永远的我的生命的智慧。所以敬畏上帝，毋是惊伊啊，咱是爱承认伊是主。所以敬畏上帝的人，伊会讲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时间是你的，我的一切是属你的。这就是永远我的生命，这是尊主最大的生命。所以甲咱隔壁讲，咱一切拢是上帝的，咱来超出上帝旨意。所以了解，所罗门王伊试过人生的一切，伊曾经伊有迄智慧、财富、享受、名声、丰功一切，总是伊到尾啊，伊讲拢是空虚，拢是裂缝。所以为什么空虚？因为这一切无一项拢会当互你带入去永远上帝国度。所以咱来追求上帝永远的国度，就是听的价值。圣经讲听，爱是永不止息。意思讲，你所听的行动，拢会带入永远我的祝福。所以你的成功可能会袂记日，你的财富可能会互分掉。比如讲囡仔分财产，会互分掉，愈分愈少，对不对？总是你的外貌会对着你的年纪愈来愈老，你的职位嘛有可能有一天换别人做，你的厝有一天嘛会用拆毁。总是有一项是永远留的，就是你曾经祝福的生命，伊会永远留的。阿们。所以咱爱常常诚做祝福人的，常常祝福人，甲你隔壁讲，我要祝福你，上帝永远祝福你，袂来？我要祝福你，上帝永远祝福你。你要常常祝福别人啊，开嘴合嘴拢爱祝福别人，你祝福是永远对你，永远对你。所以咱爱常常问5个永远的问题：你的生命曾经捌祝福过别人无？有啥物人因为听主的关系，因为你的鼓励，伊重新站起来？有啥物人因为你一句话，伊无放弃家己的？因为你一句话，你的疼，你陪伊，这个疼永远存在。你的疼有改变任何人无？世间的人无欠钱，欠一个真诚的拥抱，欠一句的肯定，欠一个接纳。所以你会记住，咱会记住，咱爱诚做上帝的疼。咱爱诚做别人生命上帝的疼，就是你爱疼别人。所以世间真侪人无欠钱，欠一个真诚的拥抱，欠一句肯定的话，欠一个接纳。你是毋是愿意诚做别人生命迄个上帝疼，迄个给予者，互人的人？你曾经你捌敢捌扶持过别人？当别人软正的时，你捌甲别人扶持起来无？所以服侍毋是做代志，服侍毋是做代志，服侍是生命。你对囡仔会忍耐，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会包容，你伫教会点点仔付出，你对一个软正的扶持，比你世间的成就更加有价值。因为当你扶持人，当你帮助人，迄个疼，就对你到一世人。阿们。牧师最后咧讲，你会捌一句话医治过别人无？偌济人的生命，因为你一句话来得到鼓励，互伊伫跋倒中间来重新站起来。所以咱讲啦，一句话会当互人活，嘛会当互人死。所以另外这，咱捌医治过别人无？咱捌因为咱一句话，互别人对迄个人生的
戒掉，因为你一句话鼓励，互伊精神爬起来过无？所以了解，你捌曾经因为你的见证上帝来，互人因为安尼得到上帝救恩无？所以你不需要真伟大的神学，但是你需要做一样代志，就是上帝怎样改变你，怎样祝福你，你嘛安尼用这种的祝福，互别人看到。这个祝福是永远对你一世啊！阿门。我永远会记住，我的家族信主，因为是台北建成教会一群听主的兄弟照顾我的阿公，迄当时无看护。迄建成教会会友偌疼阮阿公，你毋知？这人陪阿公读圣经，迄人陪阿公唱诗歌，迄人陪阿公祈祷，迄个人陪阿公吟诗。迄建成教会会友拢毋捌学过啥物叫幸福小组，迄当时嘛无算叫幸福小组的物件。像阮阿公伫迄台大病院，伫迄肝癌末期的时，因无共款的人拢去陪伴我阿公，一人一工做一样代志。直到有一天，我阿公问一个小姐讲：“小姐，恁都无代志做哟，拢来陪我哦？”迄小姐讲：“阿公，毋是我无代志做，我拢请假来陪你的呢。”我阿公可能因为安尼感动，无偌久了就洗礼啊呢，了解？上帝所看重的，是爱要伊的，是你的疼有透过你流水无？上帝要看你有偌济成就，上帝是看重的，你的疼有流水无？有流到恁兜无？有流到你的上班的所在无？有流到你的小组无？上帝听有流到你所徛起的城市无？上帝听有流到迄个未信人的心内无？了解？了解？这才是永远有价值的听。所以毋茫咱每一个人，我个圣血开力，活出永远价值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对今日开始，甲你隔壁讲，永远的生命对今日开始，预备来。所以你要活出永远的生命，第一，你要用上帝做中心，敬拜主，互伊做你生命主。伊毋是你的人客，伊是你的主。你要把信用放于你的逐工的生活中间，逐工去读圣经。所以信用毋是礼拜日，信用是每一天。阿门。第二，你要用疼流露伫别人的生命中间。互人成做祝福的生命，把迄心放伫疼人的行动，互你的生命成做别人的祝福。阿门。最后，你生命的方向要有福音，生命投资的方向要投资伫永远未朽坏的顶悬。你要把上好的献给上帝。阿门。所以了解，生命投资，你要投资对。永赚不赔，永远未了会赚的上帝国，永远的生命祝福，就是对你开始。阿门。所以，建成教会这兄弟从来无想到讲，伊传福音互阮阿公，阮这个家族，阮老爸、阮二伯、阮三叔、阮美国的阿姑。拢安尼信主，阮的家族因为即群人的听主传福音、关心，做小小工，上帝甲祝福放大几百倍、几十个人，因为阿公来得到福音。阮的家族嘛，因为阿公信主，阮的家族有3位牧师。了解，这拢是永远价值的画面。啥拢抢袂去，若抢袂去，人永远会感谢你。阿门。咱三家祈祷，是阮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人生，你超出亲像一般人的富裕
名声、地位、一切钱财价值的事，主你通过今日早起，所罗门王的经文，你甲阮教示，阮来去操作一个会永远尊荣价值的活命，就是上帝主你的真理。阮来逐工伫真理中间活出上帝你的关系。阮来用主你的听，互迄听留伫每一项的生活顶，留伫阮的城市，留伫阮的小组，留伫阮的一场顶悬。阮来活出上帝关系，互迄听的价值永存伫上帝国度，来互主来纪念。为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回应诗625首，咱人要行天路，应该日日进步，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即时为着几样事祈祷，为着你今日所听的信息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你敲找出一个对你永远甲一世人的价值存留到永远。迄就是上帝的福音，迄就是上帝的真理，迄就是上帝的祝福。为着你家己祈祷，特别我知影咱周围真侪亲戚朋友还未信耶稣。你爱为着你家己祈祷，求上帝，互你成做祝福的管道，别人因为你来得到福音，得到救恩。咱也常时为着咱今日的这关怀活动来祈祷，咱也为着在2月初7，咱23届中级就任来祈祷，咱也为着这个点灯礼拜祈祷，特别咱也为着咱辛苦陪听的这个兄弟来祈祷。为你们只是伊明仔要开刀，伊的小弟日今下晡搁袂熟，咱为这上家来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同心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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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恳求你施恩来动了，主你帮助我，互我会当以主面前，主我会当施恩，甲亲近你，记牢你，通过主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我恳求你，互阮施恩读圣经，互阮的灵修，互阮的笔记，成做阮的囝儿这个祝福，互因来看见信仰好见证，好的模范来分对你。主，你帮助阮，带领阮，互阮会当是上帝你的国度中间，领受上帝的恩典。主，阮也今日要进行阮的这个社区的关怀活动，我信心做工，我这个社区百姓容易来捐起因的所愿，捐出因的会，成做公真的需要甲帮助。主，你来帮助阮，你带领阮，互阮会保阮的里面只是
小弟也要搁袂熟，愿主你通过牧师，通过正当工的服侍，这搁袂熟带来这商家的安慰，嘛看见永远我灵魂拯救的好的消息，这恁家属嘛得到主你的救恩，主啊，看见你帮助阮帮助你们一世明仔载的辅导，愿主你通过医生的专业，伊的手来辅导，互伊的这骨头弟弟这喙齿的所在，得到医治，互伊让会有行路一切能力，主你带领帮助阮，愿27届的拢情后礼拜要就任，愿主你大大使用因，互因亲像谦卑、亲劳苦来服侍你，主你带领帮助阮教会。愿会点钟礼拜，通过安尼，互阮这个社区知影主你福音的领导愿主你成就。是阮天父上帝，阮将阮所带到一切，无论阮的时间，无论阮的具体需要，拢完全交通。愿主照你的旨意成就主伫阮中间，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即时进行来服侍咱对上帝的心意。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予阮有能力、有收入。阮知影这一切拢对你遐来。阮愿意将阮所奉献、所有的奉献予你，用伫咧你所欢喜的事工上。愿主祝福阮，互阮伫世上有教野的才能，并将这份奉献的心，成做对你的听甲感恩的表达。阮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祝福齐恳。我一个人。
咱请洪牧师。咱同心，咱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稳定、慈悲、甲保护圣手，完全的上帝白镜圣上稳定降临你面，对这时到永世代目前，阿门。请坐，闭会，立倒。